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一双眼睛，我平台学堂毕业进入一10年了。今朝我里向试么子，正好个毕业证书被我理出来了。11年进个学堂，16年毕业的，戏曲表演方面读至5年，成绩合格，正如毕业。毕业证这种么子啊，刚刚毕业的头2年有用上的，等待10年各位，你这别个是一个纪念品子。今朝你去收最尾一册，虽然你现在最一册，别人讲副的门内是哪个学堂毕业的，只会得门内有啥个一册经历，那个才是最上社会的。还搭点金色领啊，还搭3飞美干的，刚刚大厅里向对子一圈，旷日时啊，35块一瓶。金门路线商品市场起码还冒2箱，准备上台。今日里是新家祭东雨山。